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是真寒吼。这高雄的南仔坑呢，有民众过车路的时阵，看到这救护车要过，唔拿伊唔溜，而且手搁在比这补救的手势。目前法规是无规定讲这过路人一定爱让救护车，但是不少民众是认为讲，若准唔溜呢，就应该会比较轿车、奥多摆进行处罚。救护车淡水内挖进路口，过路人照常过车路，无让救护车先过，甚至搁比侮辱的手势。民众这个举动，互后壁汽车驾驶看袂落，将影片牵上网络。行经该路口救护车礼让停止，行人优先。中年男子出现肢体手势，将依影片通知中年男子到案说明，以厘清事件真相。代志发生伫咧2月暗仔，高雄南仔溪新路港建南路口，迄当阵救护车出勤半中路，过路人煞刁工唔让救护车先过，恐惊是延误着救护。不过依照现行的法令，过路人无停让，并无法通好罚，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合理。如果是救护车的话，可能还是要罚一下，因为那毕竟还是救人。这个还是救护车比较大，救人优先嘛。道交条例2023年6月，甲汽机车无停让过路人的罚金有关到6000块，主要是要保障过路人的安全。不过过路人违规的情形嘛真多，屏东警方最近伫咧火车头附近查到真侪无行火条线、凊彩破过车路的过路人，甲因开罚单。启动行人违规取缔专案，加强针对行人常见违规行为的执法。执法重点锁定事故多发的路段与路口，针对行人跨越双黄线或未走行人穿越道等违规行为。屏东分局29单2天半，已经抓到670件过路人违规，行为是包含破过双黄线、无照号志通行，也是无行行人的穿越道。警方呼吁民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，降低过路人的交通事故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